行過大半世，由少年衝勁到中年撐起頭家，再到兩屈斑白腳步放緩，先至慢慢參透一條世間真理。好多人一世人捱生捱死，將所有寄託擺落仔女、叔伯、姑媽、各路親戚身上，以為血濃於水就係永遠嘅依靠。等到年紀大、身體弱，遇事需要人撐一把之時，先至發現血緣有距離，人情有冷熱，遇事各自盤算，到頭來空留失望同心酸。老一輩成日講屋企有本難睇嘅經，呢句說話唔係空口講，背後藏住無數長者嘅晚年遺憾。都對應易經入面一套陰陽循環、親緣氣場嘅風水道理。易經講時處為戊年歸宿，六親宮位各有生克，子女宮、兄弟宮、親緣宮多帶好泄之氣，唯有三種人同自己命局相生相符，氣場相用，先至係晚年最穩固嘅靠山。守穩呢三個人先至攞到安度餘生嘅底氣，唔使驚風雨，唔使看人面色。今日就用地道市井心聲，極藏易經陰陽卦象風水，同各位老友慢慢拆解到底邊三個人先係長者一世人最值得珍惜、死死守住嘅貴人。首先要從易經最根本嘅陰陽大道講起，天地萬物孤陽不生，獨陰不長，人際之間亦都講究氣場互補、五行相生。好多人誤解血緣就係天然相生嘅氣場，其實命理入面分得好清楚，年柱祖蔭、月柱手足親戚、時柱子女三大親緣宮位，本身自帶比劫奪財、食傷熱身嘅先天剋號格局。簡單講，親戚手足屬比劫星，代表同你搶資源分利益；仔女屬食傷星，一生消耗你嘅財氣、精神同福分。年輕時你身強氣盛，自身陽氣足夠承托呢份消耗，所以唔覺得有壓力。一旦踏入老年，自身元氣衰減，身體陽氣轉弱，無法再持續輸出福分去養活一班親緣。呢個時候宮位剋號之氣就會突顯，但凡涉及金錢、看護家產、血緣帶來嘅矛盾，即刻浮現。呢個唔係仔女親戚心腸壞，係易經揭示嘅五行規律。氣場先天唔匹配，自然難以長久依靠。身邊唔少街坊長者都有呢種體會。西關舊巷一位70幾歲陳伯，年輕時開事多，懷足30年，買樓鋪幫兩個仔置業結婚，每逢親戚有難，借錢出力從唔推辭。當時成條街都話陳伯有福，仔孝順，親戚齊心。點知佢66歲中風，半身不遂，需要長期有人照顧，兩個仔輪流計較醫藥費分差，今日推話工忙，明日講細路要補習。輪到照顧就諸多怨言，一班平時走動最密嘅堂兄弟、姑姐、舅父，見佢唔再有錢借，冇能力幫忙，慢慢減少上門，偶爾探訪都係問手頭仲有幾多積蓄，半句真心體貼嘅說話都冇。陳伯坐喺床邊睇住空灑廳堂，得口氣講：我一世人將全部心機擺落血緣身上，到需要人嘅時候先發覺，血緣只係有難時過嚟分你好處，唔係風雨時同你捱苦。從易經風水角度解讀，陳伯一生過度供養食傷同比劫，自身坤德氣場長期被耗，晚年元氣不足，宮位剋星發力，自然落得冷清。呢個唔係個案，係好多長者共同嘅寫照。易經同人卦有云：同人於野，亨利攝大川。同人卦上乾下離，天與火同氣相求，講嘅唔係血緣牽連，而係心性契合、氣場共振之人，先至可以共度大難，長久扶持。卦象解釋：乾為自身本心，離為知己良伴，二者陰陽相媲，火及無泄，互相滋養，完全唔同親緣宮位那種單向消耗格局。而對應晚年三大可靠之人，第一個就係同你相伴一世、白頭到老嘅伴侶，亦即八字日支夫妻宮嘅正財正官星，係戊年第一重貴氣靠山。日支夫妻宮係命局入面唯一一處同自身日主緊緊相依、長期相生嘅宮位，唔似子女宮只係半生牽掛，唔似親緣宮利益交換。伴侶係由青年到暮年，朝夕共處、陰陽互補嘅本命之人。易經咸卦專講夫妻情分，咸者感也。兩人相感相應，少年時一齊捱苦，中厭中年即係打理家計、楞養仔女。年老之後，佢彼此身體機能同步衰退，只有佢最清楚你嘅體質、飲食禁忌、心結委屈。呢份默契係任何血緣都替代唔到。從居家風水嚟講，夫妻房係全屋藏風聚氣嘅核心位置，兩人長期陰陽氣場平衡，全屋福氣會穩定匯聚，主人晚年少病痛少孤獨。反之，夫妻長期爭執冷戰，房間陰陽割裂，屋內煞氣橫生，長者晚年多病多煩，瞓大打折扣。好多長者忽略伴侶嘅重要性，中年為咗仔女為咗親戚，成日同另一半拗撬，將最差嘅脾氣留俾身邊最親嘅人，以為夫妻情分唔使刻意維繫，等到另一半身體轉差或者離開，先至醒覺失去咗唯一全天候陪伴自己嘅人。香港舊區一位李阿姨同丈夫結婚52年，年輕時為咗幫襯娘家細佬，成日同丈夫爭執，甚至幾次鬧到分房瞓，一心掛住娘家一班親戚，忽略身邊丈夫嘅感受。直到丈夫75歲確診心臟病，每日需要定時餵藥、陪同覆診，李阿姨獨自撐起所有臨時，先至發覺從來冇一個親戚願意每日過嚟輪流看護。
娘家細佬只係偶爾打個電話問醫藥費夠唔夠，從未親身上門照顧。後來丈夫康復，兩人放下從前芥蒂，每日一齊落街飲早茶、行公園。李阿姨先有感而發：世間所有親情都有門啦，唯有身邊老伴唔會計較你有錢冇錢，唔會嫌你行動遲緩、病榻前端水遞藥嘅，永遠係佢。從易經五行拆解夫妻之間嘅相生之道，男命日主屬陽，妻星正財屬陰，陰來之陽，晚年陽氣虛弱之時，伴侶溫柔體貼嘅陰氣可以調和自身體內燥火，減少失眠、血壓飆升等老年問題。女命日主屬陰，夫星正官屬陽，陽來護陰，女性年老體虛畏寒，丈夫嘅照顧陪伴就係護身陽氣，抵勞孤獨帶來嘅心靈煞氣。風水上亦有講究，晚年千祈唔好分房分屋居住，夫妻同房而眠，兩人氣場互相交惡，形成一層保護自身嘅福氣屏障，抵擋外界親戚帶來嘅好竊煞氣。好多長者覺得年紀大分開瞓大家自在，實則所謂夫妻宮氣運，晚年容易覺得孤單心靈空虛，遇事冇人商量，氣場散亂，福氣留唔住。更要明白仔女遲早會有自己嘅小家庭，有伴侶，有細路，有事業，精力永遠優先擺落自己下一代身上。而經食雙星天生向外輸出，仔女嘅福氣、時間、金錢先天就係流向佢哋自己子女，而非飯頭供養年老父母。呢個係五行順生規律，唔可以強求。好多父母將所有積蓄轉命俾仔女，以為換來終老依靠，結果仔女成家之後，事事以自己小家優先，面對父母養老看病開支，自然心生壓力，矛盾層出不窮。唔係仔女不孝，係氣場流向本來就唔向住父母強行寄託，只會換嚟失望。至於各路親戚比劫星同日主五行相同，同性相爭，永遠只會同你比較物質利益。你風光時一齊熱鬧，你落魄時各自走開。先天格局決定唔可以成為晚年長久靠山，唯有伴侶陰陽相吸，氣場雙向滋養，風水同命理雙重加持，係第一個要死死守住嘅人。晚年第二個靠得住嘅人就係甚星契合淡如水嘅知己老友，亦即同人卦入面同氣相求嘅同道之人，係命理入面暗藏嘅貴人星。補足血緣無法供應嘅精神福氣，已經有句千古真言：同星相應，同氣相求。世間人來人往，酒肉之交成千上百，真知己寥寥一二。前者只係探討你手上資源閒時熱鬧，後者唔計較你貧富，唔牽扯利益。啲睇重你本身嘅為人，風雨之中願意出手相助，閒時一傾心事，化解老年孤獨鬱結。從風水角度講，人到老年家宅容易出現孤神煞，孤神主寂寞，心結無人傾訴，長期獨處，身邊冇傾偈之人，心靈鬱滯，體內氣血運行不暢，容易引發抑鬱、三高、關節痛等老年病。屋內陰氣堆積，福氣漸散。而知己老友就係化解孤神煞最有效嘅陽氣貴人，兩人頻率相同，坐下傾幾句閒話，分享從前往事，養生心得，細道見解。心中鬱結即刻疏導，體內就氣得以流通，自身氣場重新順暢，屋內孤陰煞氣自然消散。同人卦詞講離涉大川，意思係呢種知己情誼可以陪你度過人生所有難關，唔論心病煩心、經濟困局，只要你開聲，必定盡力幫襯，唔會好似親戚咁樣事事計較回報。好多長者一輩子只識同親戚來往，輕視身邊老友，覺得血緣先至真，朋友遲早會散。到年紀大先發現親戚傾偈離不開錢財比較，講多兩句就容易有心病。唯有知己老友，唔談家產，唔俾仔女成就，只講心底真說話。九龍一位83歲張伯仔女移民外地幾年先翻來一次，一班叔伯堂兄弟成日同佢打聽退休金有幾多，舊樓值幾錢，每次見面都充滿算計。又一位認識50幾年嘅工友老友，兩人年輕時一齊地盤圍工，從未因為金錢發生爭執。張伯腳痛行唔到街，老友每日買定新鮮菜送上門。張伯獨自在家發高燒，老友第一時間帶佢去急症，手係醫院通宵。張伯常講，血緣係天生帶俾你嘅牽掛，知己係自己一世揀翻嚟嘅家人，後者先至唔會令你心寒。命理上貴人星分天月貴人、文昌貴人，血緣親戚極難成為你嘅天月貴人，反以志同道合、品性厚道嘅老友。因為命局暗藏貴神，當你時處氣弱、孤神顯現之時，貴人星即刻發揮生扶作用，化解官非、病痛、破財、各類災劫。好多長者晚年破財，被親戚欺負，身邊若有一二知己，會及時勸阻提醒，避免踩入人情陷阱。呢份提醒係親戚唔會提供，親戚多數怕你多出手幫襯，唔會勸你守好自身積蓄。居家風水亦有對應講法，每個月約知己老友上屋飲茶傾偈，客廳擺放簡單茶具，開柔和燈光，引入同道陽氣，沖散屋內孤獨陰煞。晚年精神層面會充實好多，唔會成日胡思亂想、怨天尤人。同時要分清酒肉朋友同真知己嘅分野。已經同人卦強調，同人於野，心胸坦蕩，無利益交換先至係真同道。若身邊所謂朋友成日約你消費借錢比較物質，呢啲只係耗泄你氣場嘅雜煞，非但唔會幫你，仲會加速你福分流失。晚年一定要遠離。真正值得守住嘅知己，交往淡如水，遇事不缺席，閒時不打擾，彼此尊重底線。
唔插手你仔女家產流事，只係單純精神扶持。呢種人係晚年第二大依靠，補足伴侶有時亦無法觸及嘅心靈空缺。晚年第三個，亦都係一切福氣最根本嘅靠山，自始至終從未離開自己嘅自己。亦而經坤卦所言，厚德載物嘅本心同自身底氣，萬事萬物向外依靠終有斷絕一日，唯有修好自己先至永遠唔會背叛自己，係所有晚年安穩嘅根基。伴侶知己都只係互助，自身先係本命第一貴人。好多人活到老都未睇透呢個道理，一生將希望擺外人身上，世時靠父母，中年靠伴侶、仔女、親戚，從未經營自己，唔取積蓄，唔保養身體，唔修煉心性，等到年老手頭空空，百病叢生，心氣盲翳。身邊就算有老伴知己，亦難以鐵底解決根本困境。而經坤卦曰：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大地之所以承托萬物，因為自身厚重，底嚟充足。人亦同理，晚年有底氣，根源在於自身有三樣根基：穩定嘅積蓄、健康嘅控體、平和通透嘅內心，三者合一，自身氣場充盈，任何風浪都唔會驚慌。唔使看人面色求生存，先講積蓄對應嘅財氣風水。命理入面正財星為養命根本，晚年時處無強力財星扶持，無論幾多親戚仔女都難以長期供養你生活。居家風水講財富宜藏不宜散，好多長者中年過度散財，將積蓄全數分俾仔女，借俾親戚，自身財富一空，屋內財氣盡散，晚年手頭唔自主。買藥請護工，日常開支都要開口問人，自然抬唔起頭。自身存有足夠退休金、現金物業，就等於自家屋企有穩定財富，財氣自生自足，唔需要仰仗任何人，遇事可以自主決定。呢份自主權係晚年最大尊嚴。而經有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蓄唔單止金錢，亦係前半生勤懇積落嘅福報。守住自身財富，唔隨意透支，就係守住自身本命財氣，抵咗親緣俾劫星帶來嘅奪財耗氣。其次係健康群體，對應自身本命陽氣。風水講人積屋，身體就係自己居住嘅屋宅，體內氣血順暢，五臟平和，就等於屋宅藏風聚氣，陽氣充足。若常年熬夜、暴飲暴食，抑鬱鬱結，身體內陰煞堆積，等同屋內濕氣重、煞氣橫行，百病水生。一輩常講舊病床前無孝子，呢句說話唔係話唔低仔女，而係已經揭示嘅客觀規律。人一旦長期重病，自身陽氣全失，需要外界大量精力、金錢去填補。無論血緣幾親密，長期消耗之下，人心難免生厭。保養好自己身體，小病痛行動自如，唔需要長期麻煩老伴、仔女、親戚，唔會成為任何人負擔。自身氣場乾淨順暢，福分自然留住。每日堅持輕度運動，調理飲食，少動怒氣，就等同每日打掃自身屋宅，驅散體內陰濕煞氣。晚年少受病痛折磨，唔使看人面色求照顧。最後係通透平和嘅內心，對應坤卦厚德心性。好多長者晚年煩惱重重，成日糾結仔女孝唔孝順，親戚對唔對得住自己，旁人點樣睇自己，心執念太重。心雜氣橫生，自身氣場紊亂，就算有錢有健康，亦過唔上安樂日子。已經講盈虛有常，世事有得必有失，血緣人情本嚟就有冷熱起伏，唔可以強求所有人對自己掏心掏肺，學會放下執念，唔計較親戚得失、仔女回報。看淡世間比較同閒言碎語，內心寬厚包容，自身就會生出一層平和護身氣場，化解外界所有帶來嘅煩心煞氣。從命理宮位角度拆解，自身日主係八字核心，夫妻宮、朋友、貴人宮只係護星，夫星再好，若日主虛弱無根，八成接福氣，唯有日主身強，財印食三星齊備，有積蓄有德行，懂享樂，先至可以接住老伴知己帶來嘅扶持，晚年福分圓滿。好多長者本末倒置，一味討好仔女親戚，透支自身財氣、身體心氣，將日主元氣耗盡。就算老伴體貼、知己仗義，亦難以補足長年累月嘅雞損，最終依舊晚年涼。反觀身邊好多通透長者，中年起就懂得顧住自己，唔盲目為親緣係生全部。好養老錢，堅持養生，少管仔女閒事多，同知己老友散心。佢哋唔會強求仔女日日陪伴，亦唔會計較親戚有冇送禮。凡事有自己底線同底氣，每日飲茶散步，心境從容。就算偶爾遇見難關，憑住自身積蓄同穩定心態，輕易就度過，唔會驚慌失措看人面色。而家再翻轉頭對比仔女同親戚先天帶來嘅氣場消耗，重新梳理三大可靠之人嘅易經風水邏輯。伴侶為日之夫妻陰陽相生，化解晚年孤獨煞氣，係朝夕陪伴嘅情感靠山。知己老友為同人掛天月貴人，沖散屋內孤神陰氣，係疏導心結嘅精神靠山。自己為日主本命厚德根基，財氣陽氣心性三合一，係萬事不慌嘅根本靠山。三者互為補足，缺一不可。守住呢三個人，先至真正攞住晚年安樂嘅禍事。唔好再執迷血緣就係一切，唔將畢生寄託擺住定會消耗自己嘅人身上，等到年落追悔莫及。好多人會反入，難道仔女親戚完全唔值得信任？從易經角度客觀講，唔係完全唔可信，只係唔可以作為晚年唯一主要依靠。血緣係緣分，卻唔係保障。食雙星仔女有孝順之時，但佢哋人生軌跡向前，重心永遠屬於自己小家。晚年照顧父母只能做到盡力，無法做到時刻陪伴，毫無怨言。
俾劫星親戚有熱情來往之日，但利益當前，本性難免盤算，遇事難以無私扶持。可以同仔女維持親情，同親戚保持禮貌來往，但千祈唔好將所有積蓄、全部心機、後半生安樂完全壓落佢哋身上。一旦寄託過重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深，同時持續耗損自身日主元氣，破壞屋宅財氣、自身福氣格局，犯咗風水新弱任財官被克耗嘅大忌。居家風水亦有幾個實用細則，幫助守住三大晚年貴人，調順自身暮年氣運。第一，室房保持整潔通風，床鋪唔好對門對鏡，每晚留一大柔和小燈，維持夫妻宮陰陽平衡，千超過伴侶呢份第一靠山。第二，客廳預留一套專用茶具、舒適座椅，每月定期邀知己老友上屋小聚。客廳東面屬鎮木貴人位，擺放綠色盆栽，強化同度貴人氣場，化解孤神煞。第三，自己房間或者書櫃位置設立私人財富收納箱，存放退休金，證明現金儲蓄，代表守住自身正財星。平日堅持早睡早起，戶外散步，每日靜坐10幾分鐘調理心氣，滋養自身日主陽氣同坤德心性，康實根本靠山。呢幾樣簡單佈局唔需要大改裝修，只係順應易經陰陽五行規律，調整屋內氣場流向，令三大貴人氣運持續生扶自身，晚年少災少煩，福氣萬長。再講翻人一生嘅時運規律，年柱少年靠早孕，月柱中年靠打拼人脈，時柱暮年靠自守伴侶知己。人生前半段向外求索，照顧身邊血緣係責任；人生下半場向內修煉，守好3個真正靠山係智慧。64卦最後一卦未濟，代表世事永無完美，唔好強求血緣完美無瑕，接受人情有冷有暖，轉而珍惜同氣相求、陰陽相生嘅人，先至看透世道嘅通透活法。坊間成日聽到長者後悔嘅冷色，我年輕時成日顧住細路幫襯親戚，忽略咗身邊老伴，亦從未顧過自己，到老先發覺無人真心撐我。呢種遺憾根源就係本末倒置，唔識易經五行生克風水氣場嘅底層邏輯，唔將消耗自己嘅人當成終身依靠，將扶持自己嘅人隨意怠慢。反之，身邊那些越老越從容，每日笑口常開嘅長者，無一例外都守住咗呢3個人，對老伴體貼包容，凡事互相商量唔計較，有1、2位相交數10年嘅知己老友，閒時一齊散心傾計，懂得愛惜自己，儲好養老本，保養身體，看淡是非執念，唔會盲目透支自身福分去討好血緣。晚年真正嘅底氣，從唔係仔女有幾出色，親戚有幾有錢，而係夜晚瞓覺身邊有伴侶，第一杯暖水。心結難解之時有知己聽你訴說，無論遇見病痛使錢難關，自己手頭有積蓄，身體有元氣，內心有定力，唔需要拉下面皮求人，唔需要看人眼色度日。呢份從容安穩係血緣永遠無法單獨提供嘅福分。有同時守緊雙半白頭嘅老伴，心性契合嘅知己，從不放棄嘅自己，三者氣場互相互助，順應易經陰陽相生嘅大道，屋宅藏風聚氣，自身厚德載福，先至可以安穩踏實，走完人生最後一程，唔驚風雨，不冇孤單。好多老友而家仲係中年階段，仲未感受到暮年孤獨同無助，依家及早睇透呢層道理，及時調整自己嘅處世方式都未遲。唔好再將所有積蓄隨意分俾仔女，借俾親戚，留足屬於自己嘅養老本，守穩自身財氣。唔好成日將最差嘅態度留俾每日同你相處嘅老伴，多啲體諒包容，調順夫妻宮陰陽氣場，多珍惜身邊唔計利益，真心對待你嘅老友，閒時多往來，化解日後孤神煞。最緊要時刻顧住自己身體同心境，唔好為咗外人耗盡自身元氣，修煉坤卦厚德包容之心，令自身日主根基穩固。等到數十年後兩鬢全白，行動變得緩慢，身邊唔會折成空多房間同無數失望，反而有伴侶同你一齊攬茶曬太陽，有知己偶爾上屋傾從前舊事，自己手頭有餘錢，身上小病痛總無過礙。呢種晚年光景先至係易經風水入面最上等嘅暮年福局，唔需要依靠任何人施捨溫暖，自己就攞住全部安樂底氣。世間血緣只係上天隨機分配嘅緣分，而老伴知己自己先係你用半生眼光同心性親自揀翻來，值得死死守住嘅終身依靠。明白呢個道理，先至唔會浪費大半世光陰到老先醒覺追悔。